係姐姐，你叫咩名？係，我叫 Yuliana，你幾多歲啊？今年係40歲，你結咗婚未？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啊？有一個仔8歲，你喺香港做咗幾多年啊喺香港做咗13年， ？OK，13年喺香港咧，你又照顧咩啊有試過照顧 BB 啦，照顧小朋友，照顧老人家， ？OK，你點樣照顧全部小朋友？都試過啦。全部都照試過嘅。顧小朋友咧係照顧小朋友咧接翻學同埋幫佢煮飯啦，陪佢玩啦。OK，咁照顧老人家咧，你點樣照顧老人家？照顧老人家咧係要睇住佢食藥啦，幫佢煮飯啦，跟住帶佢睇醫生，帶佢覆診啦嗰啲，同埋有啲行下喺公園。明白。咁樣。你平時煮咩餸啊？俾婆婆食。俾婆婆食蒸魚啦，蒸排骨啦，跟住炒菜，灌湯啦，煲湯嗰啲。有咩煲咩湯啊？平時？煲紅青蘿蔔湯，跟住西洋菜湯，煲豬骨湯啊，煲雞湯同埋魚湯。OK，very good。姐姐，你驚唔驚狗啊我好驚啊！ ？OK，咁你食唔食豬肉？好驚狗，我唔食豬，不過可以煮。咁就咁多姐姐，唔該晒吓，拜拜。OK，唔該晒，拜拜。